你估下自己用盡畢生積蓄，諗住趁住金價升到破歷史新高，買2斤黃金保值抗通脹，便知現金肯一驗，記足金黃金，成本連100蚊港幣都唔使。呢種事真係唔係聽落去嘅故事，而係而家每日都喺我哋身邊發生緊嘅真實悲劇。呢幾年金價瘋狂咁升，全世界嘅人都在講買金保值，但係你知唔知喺呢股淘金熱潮背後，有一班心狠手辣嘅騙子已經將隻魔爪伸咗去最無防備嘅老人家身上，過萬人中招，被呃走嘅金額高達幾千萬甚至過億。最令人震驚嘅係呢啲黃金騙局仲喺度不斷升級換代，造假手段高超到連舊式金行嘅師傅如果不小心都會睇走眼，造假成本仲低到你難以想象。更加誇張嘅係，中國最大嘅黃金交易集散地深圳水貝，本來係好多香港人上去買平金嘅天堂，而家竟然變咗呢啲黃金騙案嘅溫床。今日我就帶大家踢爆呢個暗黑產業鏈，睇下呢班騙子係點樣利用老人家嘅積蓄同埋對黃金嘅盲目信任，一步一步將佢哋推入萬劫不復嘅深淵。要講呢個黃金騙局，我哋先要明白點解呢2年黃金會咁熱。大家睇下新聞，無論係2023年定係2024年，甚至到咗2025年、2026年，全球經濟局勢波動，貨幣貶值，金價由幾年前嘅每克300-400蚊人民幣，一路飆升到700-800蚊，甚至創下歷史高位。喺好多香港老人家嘅心目中，紙幣會變廢紙，股票會跌到零，唯獨是黃金係實物，係幾千年嚟最硬淨嘅避險工具。老人家一輩子辛苦積賺落嚟嘅血汗錢，擺喺銀行利息又低，見到金價日日升，自然就心動想買金留俾子孫或者留嚟養老。但係呢種黃金神話同埋盲目追捧，恰恰就俾咗詐騙集團一個最完美嘅口實同埋有射。騙子最中意後老人家落手，原因好簡單：第一，老人家手頭上有積蓄，可能係幾十萬嘅退休金積蓄或者賣樓錢。第二，老人家資訊相對落後，對於新科技同埋新型造假技術一竅不通。第三，好多60幾歲、70多歲，甚至80幾歲嘅老人家，平時孤單一人，只要騙子噓寒問暖、甜言蜜語、叫聲阿伯、阿婆，老人家嘅防線就會瞬間崩潰。騙子就係利用呢種心理，設計咗一套又一套專門針對老人家嘅黃金陷阱。大家可能以為買假金咪即係買到鍍金嘅銅塊或者黃銅，如果仲係咁簡單，呢個世界就冇咁多老人家中招啦。現在嘅黃金造假技術簡直係黑科技級別。以前我哋聽過黃金造假，最多係喺銅上面鍍一層薄薄嘅黃金，呢種假金只要拎上手重一重，或者用舊式嘅方法剪開一睇，甚至用火燒一下，就即刻原形畢露。但係而家嘅騙子造假技術已經進化到令人毛骨悚然嘅地步。而家最流行、最難防嘅假金叫做烏合金、鍍金或者就合金、鍍金。大家知唔知道元素周期表入面金嘅密度係每立方厘米 19.32 克，而烏呢種金屬密度係每立方厘米 19.25 克。這兩個數字簡直係近乎一模一樣。意思即係話，如果騙子用烏做心，外面鍍上一層薄薄嘅千足金，你拿去稱重、重量、體積，甚至手感，都同真嘅黃金一模一樣。即使你用傳統嘅水重法、水密度檢測去驗，都好難驗得出分別。更離譜嘅係，1公斤嘅烏成本只要100-200蚊人民幣，但係1公斤嘅黃金價值幾十萬。呢種造假嘅成本，平均算返落嚟，一塊看似幾萬蚊嘅金條，造假成本真係連100蚊都唔使。更加可怕嘅係呢啲假金條、假金飾，仲會配套一整套真憑實據。騙子會隨金條附送所謂嘅國家級珠寶鑑定證書、國際黃金協會認證、千足金檢測報告。證書上面仲有防偽標籤同埋二維條碼。你拿手機去掃嗰個二維條碼，跳出來嘅網頁做得同國家權威檢測機構一模一樣，上面清清楚楚寫住檢測結果：足金999，重量100克。老人家見到有圖有真相，有證書又有二維條碼，
邊度仲會懷疑？但其實嗰個網站根本就係騙子自己架設嘅釣魚網站，證書係幾毛錢一張批量印刷嘅廢紙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會問，呢啲假金到底係由邊度流出來嘅？這就不得不提深圳水貝。深圳水貝，相信唔少香港人都聽過，甚至去過。嗰度係全中國甚至全亞洲最大嘅黃金珠寶批發市場。全中國超過70%嘅黃金飾品都係喺水貝加工同埋批懷嘅。喺水貝，你可以看到成千上萬間金鋪檔口，每日交易嘅黃金數以噸計。水貝本來係一個正規嘅黃金產業基地，但係正正因為佢名懷太響，規模太大，龍蛇混雜，漸漸就變咗一班不法之徒同埋騙局嘅溫床。喺2024年同埋2025年期間，深圳水貝傳出咗多宗震驚全國嘅黃金詐騙同埋跑路事件。有啲不法商家喺水貝租個豪華門面，打住水貝源頭廠家、工廠直銷、沒有中間商賺差價嘅旗號，喺網絡直播平台或者社交媒體上面大肆宣傳。佢哋打出嘅招牌係每克比大牌金行便宜100蚊，甚至買黃金送高額利息。好多香港老人家聽人講水貝買金平，或者睇到網上嘅宣傳，就專登搭高鐵或者過關去深圳水貝買金。騙子喺水貝嘅套路主要有幾種，每一種都係專門為老人家同埋缺乏專業知識嘅買家量身訂造嘅。第一種套路叫做以次充好，烏包金。喺水貝嘅某些暗角檔口或者私人工作室，騙子會向顧客展示真嘅金條，現場用光譜儀驗俾你睇，結果顯示係99.99%嘅千足金。但係當老人家俾咗錢，準備拿貨嘅時候，騙子就會用各種借口，例如幫你包裝，拿新貨俾你，去後台開正式發票，喺後台將真金條偷龍轉鳳，換成預先準備好嘅烏包金假金條。老人家高高興興拎住包裝精美嘅黃金返香港，諗住留俾仔女或者等升值。點知幾年後拿去香港嘅老字號金行或者大押店，想變現嘅時候，展開一睇，入面全係黑漆漆嘅烏鋼。嗰刻老人家真係喊都冇眼淚，幾十萬積蓄瞬間化為烏有。第二種套路仲更加兇殘，叫做全金生息或者黃金託管騙局。呢種騙局主要唔係賣假金，而係利用老人家貪心同埋想錢生錢嘅心理。騙子喺水貝或者香港開設所謂嘅黃金投資公司或者黃金託管中心，佢哋跟老人家講，你買咗黃金放喺屋企，又怕賊偷，又冇利息，不如你將黃金託管喺我哋公司，我哋拿去借俾珠寶加工廠做原料，每年俾返你8%到15%嘅高額利息。1年到期之後，你不單止可以拎返所有黃金，仲可以賺到幾萬蚊利息。老人家一諗，黃金喺度，又有咁高利息，簡直係穩賺不賠嘅美事。於是乎，有啲老人家不單止將喺嗰度買嘅黃金留低，仲將自己屋企幾十年來積攢落嚟嘅金條、金手鐲、龍鳳釵，通通拿去託管。喺頭幾個月，甚至第1年，騙子確實會按時發放高額利息。甚至仲會請老人家去飲茶、食大餐、送海味禮盒。老人家嘗到甜頭之後，仲會介紹身邊嘅老友記、姐妹淘一齊把身家性命押落去。過咗萬人中招，涉案金額幾千萬，甚至幾億。等吸納咗足夠多嘅黃金同埋資金之後，忽然喺某一天，老人家再去水貝或者公司辦公室嘅時候，發現大門緊閉，門口貼住一張招租廣告。裏面嘅人早已去留空，所有黃金同埋資金被捲走，得一乾二淨。2024年，深圳水貝就有一間大型黃金託管平台突發暴雷，負責人捲款潛逃，涉及嘅受害者多達幾千人，當中包括大量香港嘅中老年人，有人被呃走咗一輩子嘅退休金，高達幾百萬港幣，整個人精神崩壞，要送院救治。第三種套路係最近2年利用科技手段升級嘅直播間賣假金同埋低價團購。而家好多60幾歲嘅老人家都學識玩手機、睇短片同埋睇直播。騙子喺直播間裏面着住華麗嘅衣服，背景擺滿黃金，打住水貝源頭工廠，
破產清倉、清貨回籠資金嘅旗號，佢哋喺直播間裏面大喊：平時600蚊一克嘅足金，今日喺我直播間，福利價只要199蚊，限量100份，搶到就是賺到。老人家喺直播間見到人聲鼎沸，畫面上面無數人喺度下單，再加上主播不停催促倒數3秒，再唔搶就冇啦。喺這種緊張同狂熱嘅氛圍之下，老人家的理智瞬間歸零，連忙按鈕下單，等收到貨之後拎上手輕飄飄，甚至戴咗幾日，手指就變黑變綠，拿去檢測，先發現原來係黃銅鍍金或者銅鋅合金，造假成本連幾蚊人民幣都唔使。但係等你想喺直播平台退貨嘅時候，發現那個直播間已經被封號或者註銷，騙子換個賬號，繼續喺第二度割韭菜。我哋再嚟深入睇下，點解呢啲黃金騙局可以屢屢得手？騙子到底是找住了老人家的什麼心理弱點？第一，是對實物資產嘅盲目崇拜與對通脹嘅恐懼。老人家經歷過歲月洗禮，深知紙幣可能貶值，股票可能變成廢紙，而黃金喺歷史上一直是硬通貨。騙子恰恰利用咗這一點，喺宣傳嘅時候不斷恐嚇老人家。而家美金跌，通脹咁厲害，你啲錢擺喺銀行只會越縮越細，只有換成黃金先可以保住你嘅身家。老人家出於對未來生活嘅不安全感，急於為自己嘅積蓄尋找避風港，結果正好跌入騙子預先挖好嘅坑。第二，是資訊不對稱與對權威科技嘅盲信。老人家對於現代造假技術完全沒有概念，喺佢哋嘅固有認知入面，黃金好重，會閃閃發光，有檢測證書，能用火燒就一定是真嘅。佢哋根本不知道而家有烏包金這種連密度都一模一樣嘅造假黑科技，更加不知道二維條碼檢測證書可以隨意假造。騙子拿出一張印有國家級檢測嘅紙，喺老人家眼中就等於係政府背書，自然深信不疑。第三，是孤獨感與情感綁架。好多香港老人家仔女工作繁忙，平日少有陪伴，一個人獨居或者留守喺屋企。騙子嘅銷售人員好多係20幾歲嘅年輕人，極有耐心，每日打電話關心老人家嘅身體，幫老人家買菜送藥，噓寒問暖，甚至比親生仔女仲要貼心。老人家喺情感上對呢啲熱心年輕人產生咗高度依照同信任。當呢啲年輕人向佢哋推薦黃金投資或者平價買金嘅時候，老人家往往出於支持佢哋業績或者不好意思拒絕嘅心理，把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嘅積蓄交咗出去。第四，是從眾心理與貪小便宜。騙子往往會舉辦所謂嘅黃金投資講座或者免費領雞蛋健康體驗活動，把幾十個老人家聚集喺一個封閉嘅空間裏面。喺現場，騙子會安排好托假冒嘅買家，當講師喺台上吹噓完黃金升值前景之後，幾個托立刻站起來搶購，大聲喊：我買50萬，我買100萬。喺這種群體狂熱嘅氣氛下，旁邊嘅老人家很容易受到感染，產生我不買就虧大了，大家都買，肯定無錯嘅心理，紛紛掏出存摺同提款卡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想知道，到底香港人想去深圳買金或者喺本地買金，應該點樣識別呢啲真假黃金？點樣先可以避免成為騙子口中嘅肥羊？首先，大家一定要記住一個鐵律：世界上絕對沒有遠低於市場國際金價嘅真黃金。黃金係一種高度透明嘅全球大宗商品，國際金價、香港金銀業貿易場嘅金價、深圳水貝嘅黃金交易所金價，每日都係公開透明嘅，每刻嘅價格波動，大家喺手機上隨時可以查到。黃金嘅利潤空間非常微薄，正規金行主要靠加工費同牌子日價賺錢。如果有人跟講現價600蚊一克嘅黃金，佢可以199蚊或者300蚊賣俾你，我可以100%肯定，這絕對係騙局。天下間沒有免費嘅午餐，貪小便宜往往係吃大虧嘅開始。其次，要了解現代驗金嘅局限性，傳統嘅咬金、睇顏色、聽聲音、水密度測試，喺現代高科技造假，例如烏包金、鹽包金面前已經完全失效。
哪怕你用普通嘅便攜式看射線熒光光譜儀，因為光譜儀只能測量金屬表面幾微米到幾十微米嘅深度。如果假金條外面的鍍金層足夠厚，光譜儀測出來嘅結果依然會顯示係足金999。要真正檢測一塊金條係唔係鎢包金，必須要使用專業嘅設備，例如一超音波探傷儀，因為鎢同金嘅聲波傳播速度完全不同，超音波射穿金條嘅時候，如果有鎢芯，界面處會產生明顯嘅反射波。二高精度電子密度的比重測試與剪切破壞性檢測，對於懷疑有問題嘅金條，最直接、最徹底嘅方法就係直接剪開或者熔煉。喺深圳水貝同埋香港嘅正規黃金回收鋪，遇到大額金條交易，師傅通常都會要求剪角或者切開驗芯。如果買家極力阻止你切開金條，或者用各種理由推脫，咁這塊金條十有八九有問題。第三，關於黃金託管與存金生息，大家必須清醒咁認識到，黃金本身係一種不產生利息嘅資產，它的收益完全來自於金價本身嘅上漲。任何機構或者公司，只要承諾你把黃金放喺佢哋度，可以定期收高額利息，這喺金融邏輯上就屬於典型的龐氏騙局。佢哋俾你嘅所謂利息，根本唔係靠黃金盈利賺返嚟嘅，而係用後面新加入老人家的本金去支付前面老人家嘅利息。一旦沒有新嘅資金流入，或者金價出現劇烈波動，整個資金鏈就會瞬間斷裂，公司負責人捲款潛逃，留落嚟嘅只有欲哭無淚嘅老人家同埋一地雞毛。第四，關於檢測證書嘅真偽，千萬唔好盲信商品附送嘅任何二維、條碼同網址。騙子架設一個假網站嘅成本只需要幾百蚊。如果你想驗證證書嘅真偽，絕對不能用手機直接掃證書上面嘅二維條碼，而係應該自己在瀏覽器裏面輸入官方權威機構，例如國家珠寶玉石質量檢測中心、香港玉石檢測中心等嘅官方網址，然後手動輸入證書上面嘅編號進行查詢。如果官方網站查無此證，或者查詢出來嘅重量、規格同你手上嘅實物不符，那就是徹底嘅假證。另外，對於我們香港嘅市民嚟講，跨境買金同投資更加存在巨大嘅法律同維權風險。好多老人家以為深圳水貝名氣大，上去買金一定安全，或者喺深圳簽咗所謂嘅黃金投資協議，一旦發生詐騙事件，騙子跑路或者公司註銷，香港老人家要跨境前往內地報案、打官司、追討損失，過程極其繁瑣複雜。由於語言習慣、法律體系、普通法與大陸法系嘅差異，加上老人家行動不便、精力有限，絕大多數被呃走嘅錢，最終都係石沉大海，難以追回。我哋睇返過往呢啲受害老人家的案例，真係令人痛心疾首。有一個70多歲嘅老伯，老伴患有慢性病，需要長期吃藥睇醫生。老伯把兩老一輩子積攢落嚟嘅80多萬港幣退休金，全部喺深圳水貝一間所謂嘅黃金託管公司買咗金條，並辦理咗託管，諗住每個月拿幾千蚊利息俾老伴買藥。結果2024年年底，嗰間公司突然倒閉，負責人不知所蹤。老伯去到現場，限到人去留空，當場心臟病發，暈倒送院。等佢醒返之後，整個人老咗10歲，每日自責哭泣，覺得自己害咗全家人。這種悲劇喺詐騙集團眼裏只不過係一個成功嘅業績，但係喺一個普通家庭眼裏卻係毀滅性嘅打擊。所以作為子女或者晚輩，我們喺關心老人家日常生活嘅同時，更加要時刻關注佢哋嘅財務狀況同心理狀態。如果發現屋企嘅老人家突然對黃金投資產生濃厚興趣，或者屋企莫名其妙多了好多不知名嘅金條、金飾、投資合約、檢測證書，或者發現老人家頻繁往返深圳參加各種免費嘅旅遊團、健康講座、黃金展銷會，又或者老人家突然要提取大額現金轉賬俾陌生公司，這時候大家一定要提高萬分警惕。我們一定要耐心咁跟老人家解釋目前市場上最新嘅黃金詐騙手段，不要用責備嘅口吻去跟佢哋講話，
因為老人家也是想為家庭好，想為子孫留點財產。我們應該主動拿出真實嘅新聞案例，把騙子嘅作案手法、假金條嘅造假過程講俾佢哋聽，話俾佢哋知，真正安全嘅黃金購買渠道只有大型正規嘅老字號金行，例如香港嘅周大福、六福、周生生、粵海等，或者內地嘅國有銀行、上海黃金交易所指定會員單位。任何私底下嘅個人交易、網絡直播間嘅超低價金條，或者承諾高額利息嘅託管機構，通通都係陷阱。如果老人家真係想買金保值，最穩妥嘅方法係由子女陪同，去到正規嘅銀行或者老字號金行，購買實物投資金條，例如金協金條、銀行自營金條。買完之後直接拿回家，存放在安全嘅保險箱或者銀行嘅保管箱裏面。切記，金條一定要握喺自己手中，任何離開你視線，放在第三方機構代為保管或者生息嘅黃金，本質上都已經不再屬於你。黃金本身係美麗同財富嘅象徵，係幾千年嚟人類社會共同認可嘅價值載體。然而喺貪婪嘅騙子手中，黃金卻變成咗吞噬老人家血汗錢嘅黑洞。2026年嘅今天，隨住科技發展，騙子嘅造假技術同心理操縱手段只會越來越精明，騙局只會包裝得越來越完美。造假成本唔使100蚊嘅假金，騙走嘅卻係老人家幾十年辛勤工作換嚟嘅血汗錢、養心錢同救命錢。希望今日呢篇詳細嘅揭秘可以為大家敲響警鐘。如果你身邊有老人家，或者有準備上去深圳買金、想買黃金投資嘅朋友，請一定要把呢啲真相分享俾佢哋睇。多一個人知道騙子嘅套路，就少一個人中招受害。多一份警惕同關心，就可以守護住一個家庭幾十年辛辛苦苦積攢落嚟嘅幸福同安寧。切記，理財千萬條，安全第一條。投資黃金要理性，切莫貪平落陷阱。